看啊，这是侧发控系统的一段代码，这是你使用过那枚导弹的匹配代码。当导弹起数以后，发射车与导弹的关系应该是什么？那应该是教练员跟球员的关系。教练员发出的战术指令，如果球员不去执行，那不行吧？没有能力执行，那就更不行。你看，这是你们修复系统时重新设定的恢复出厂设置时留下的文件。这个文件没有更新，没有更新呐。没有更新，导致车辆无法正确的识别弹体，致使一部分数据可以交互，一部分数据不能交互。这部分数据哪里去了 ？HBO 指示灯。对，就是它。HBO 负责什么 ？HBO 负责校正弹射点火和导弹点火的时差，确保导弹被推出发射筒之后2次点火完成发射。说得对。你恢复出厂设置后，系统默认为这枚导弹是一发没有经过车弹匹配的新弹，它会自动更新全部的系统。可这个程序里头有个 bug， 这就导致老程序和新程序同时保存在一个文件夹里，致使 HBU 无法自主判定哪一个为优先程序。于是 ，HBU 在执行最后自我检测时，自动默认的是老程序，而弹体默认的是新程序。导弹起数前，各程序锁定以后 ，HBU 瞬间点亮，提示错误，可是却被弹体的自我检测默认检测通过 ，HBU 又熄灭了。聪明啊，下卓就是下卓。真应该把你调到我的单位。可是黄老，就算是弹体和车体的默认程序不一样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能后发生的状况有很多，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这个，你看看。我明白了，弹体在还没有被推出发射筒时，已经默认被推出，导致点火时间提前，点火发生在发射筒里。更可怕的是，发射筒的弹出点火跟导弹的2次点火同时发生，那就炸了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从 HBU 指示灯亮起，系统自动默认，到自主判定 HBU 误判熄灭 HBU， 这期间只有短短的40毫秒啊！这是人眼视觉感应延迟的极限。按道理说，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你还没有看到它亮的时候，它就已经灭了。小强，你是怎么看到它的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跟平时的侧发控平台不太一样，就因为多了40毫秒的频闪。是，虽然时间短，但是我敢确定，它亮了。小夏，说出来这一句它亮了，很不易吧？你们连长告诉我，他接连问了你3遍，你的回答始终是没有变。
这种心理素质，不是一般的军人能有的。我经历过很多事，我可以理解。它不仅仅是一枚导弹，它还承载着很多人的责任、情感，还有火箭军对使命的信仰。我知道，你一定背负了很多的质疑、责骂，到现在为止，你依然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和委屈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因为它亮了，它确实亮了。我会写一份报告，直接交给上级的。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夏卓同志，你立功了。928发射车组在执行270旅重大发射任务期间，夏卓同志及时发现了安全隐患，发射指挥员吕征同志及时叫停发射，变更了发射单元，避免了一场极有可能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。为此，旅党委决定给战刃连记集体3等功一次，给夏卓同志记个人2等功一次。请2位同志上台领奖。向右转，右走。丢力，立臂，向前一步走。谢谢张伟。祝贺你。丢力，立臂，向后转。丢力，向右转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生活在极度焦虑之中。短短的1周，我的人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虽然一直行驶在轨道上，但是我的脚一直都没有着地。我害怕，害怕是因为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恍惚，
拖累了同车的战友。我知道这次机会对于我，对于他们，都是多么的珍贵。我失落，失落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被视为天才的我，竟然也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。当我看到大家在欢呼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知道被冷落是什么样的感受。但是我更感恩，事情从发生到现在，各级领导一直没有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。他们组织各级专家组，不厌其烦，一遍又一遍地调查事件的真相。黄立院士、黄文医生、我的连长，还有我的指导员，我的老班长王显明，我的2位好战友易子梦和林安邦。感谢他们给我的鼓励，还有信心。感谢他们，让我看到和接受自己的不足。感谢他们，让我获得了重生的信心。2个月以前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马上就到退伍季了，作为大学生士兵的我，是留下还是离开呢？现在，此时此刻，我夏卓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其实这会啊不应该我召开，因为老狼跟显民了不是去带机库了吗？有个事儿得跟你们说。首先这个事儿啊，他俩没意见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不到了退伍季了吗？我呢，跟老侯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。现在就是郎永成跟杨万金2个人在这个正副班长的位置上待着。我就提议啊，咱们都这年龄了，如果一直在班长位置上不退下来，别人也赶不走。但是你老在这儿站着，新同志也提不上来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班长官多大，他也不算什么官，兵头将尾，蜻蜓点水，是吧？所以咱们关系不错，我想就是把这事说一说，行不行，妥不妥，给个意见，对吧？到不到位的多多包涵，啊。杨文杰，啊，表个态。哦，兵头将尾，蜻蜓点水，你刚刚都说了呀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叫我了呀。白里号，他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咱们这些老家伙该退休退休，该让位让位，是不是啊？老占着班长的位置不下来，那个不影响新同志的进步，是吧？我就是这意思，听明白没有？啊，我同意。哎，我服从组织安排，这事儿也不是咱们能决定的呀。当班长那是连里的委任，我听领导安排。再说了，当班长也不是我想当就当，想不当就不当的呀。听见没有？不是你的意思，就在这副班长上不松口呗，就是。哎呦，这什么叫不松口啊？人家又不是狗。哎，老侯，你这话，我替你说话呢。哎，那叫不撒手，是不是啊？按理说啊，以杨万金同志的资历、兵龄，到哪儿都得是个班长啊。对。可偏偏就到了咱们班，就是个班副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某些同志在班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几十年，风雨
五祖，那可真叫老班长，老班长是不是？这不仅影响了杨万金同志的进步与发展，同时也影响到了一些新的同志的进步与发展。你比如说那夏卓，那个欧阳俊、易子梦，那都不影响了人家的发展了，是不是？不过他们倒好，他们还年轻，他们还有机会，他们可以考学，可以提干。可是杨万金同志就不行了。行，老侯，我错了啊！我求求你行不行？你是我班长，你说你是寒碜我呢，你还是帮我呢？我之前不说过了吗？对不对？商量一下，行不行？妥不妥的，表个态，对不对？不到位多包涵嘛，是吧？我这不是正确领会陈班长的意思吗？就是啊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光问我们也没用。老狼什么意思啊？老狼，人家就4个字儿：退，坚决退。连长，你别笑了，笑得我心里都发毛。你看我笑你怕啥呢？我笑是因为啊，咱们连这个集体3等功是你小子给我赚回来的。连长，你别这么说，您是总指挥，您的决断都事关重大结果。行了，少那么说我了，给我脸上贴金，都是沾了你的光。哎呀，其实我想想啊，挺后怕的。我真害怕当时你小子没看见 HBU 指示灯闪那么一下，万一真发生黄历教授说的那1/1000的爆炸几率，万一这1/1000的爆炸几率就在1512阵地上，砰，就爆了，想想都可怕。那你还笑？我笑是因为我后怕呀。我那个心理学的书你都写上了，说人啊，恐惧到极致叫愤怒，愤怒到极致那就只能大笑了。连长，您不是不相信心理学吗？怎么老看心理书？以前呢，我是不相信，可是现在啊，我信了。我你给举个例子，那黄文医生后期啊给我开的欧阳俊的心理证明，还有数据分析就说了，说欧阳俊当时啊点燃那个汽油弹引你们回来，他就以为你们那棵树啊就是拦着他们了，就是想要耽误他们。这也能检测出来？能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大数据。总之啊，我信了。连长，恭喜你，终于相信科学了。什么叫我终于相信科学啊？但凡是科学，我就信。你怎么样？还吐吗？早就不吐了。啊，行啊，立功了，受奖了。说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有什么打算？刚才我在台上已经说过了，我要留下来。为什么呀？我要亲手发射1枚导弹，我要做火箭军最强的号手。那大学呢？上军校。那你那想好了呢？连长，我正好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商量。最近杂联要搞5公里体能训练，这是野外作训图，这个是出发点 A 点，这个是折返点 B 点。我算了一下距离，差不多5.5公里。这是我们连队的机密啊！你小子是怎么给我算出来的？这个不许败露啊！我懂，可别小看这500米，这是连长你精心设计的。战士们用跑5公里的时间跑了5.5公里，看似都是合格，但其实都是优秀。哎呀，你这个脑袋瓜子啊，可以，真是可以！你连长我这带兵之法都快被你了如指掌了。那这西点还有这 D 点，这 CBD 这啥意思啊？连长，你看，如果从 C 点到 D 点，我们稍微绕一下，之前一直是往西北跑的，如果我们往东南这么一拐，那拐哪呀？宜兴小学。哦，
这拐多远呢？差不多800米。合着我偷偷的让大家伙跑这500米是为了训练，你偷偷的让大家伙跑这800米是为见你相好的，是吧？连长，我一个人跑。我呀，送你2个字啊，同意。滚蛋！行了，地图放在我这吧，走吧。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您好，请问黄医生在吗？哦，黄文医生现在不在，他在和总医院来的医生座谈。要不你打他手机试一试？我……那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没事。我觉得我的学都白上了。一不自医嘛。你尝试过心理疏导吗？尝试过很多次，但是没有用。别人说的我都能听懂，我也能给别人疏导，但是到了我自己这儿就是没有用。我尝试过很多种方式，让自己走出来，可就是不行。别怕，你总应该相信吧？跟我说说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恨我爸。那你母亲呢？我从来没见过我妈，从没见过。从我记事起，就是我爸带着我长大的。我爸是一名导弹工程师，他的工作特别的忙，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。我妈生完我没出月子，发烧了，烧得很严重。我妈突然找到我爸，我爸骑着自行车赶回家，冲了一碗白糖水，拿了个脸盆，放上热水，放上毛巾，煮了一碗荷包蛋，放在床头。他说要回单位改个图纸，很快就回来。后来呢？3天以后，我爸赶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已经没了。我的奶瓶里冲着白糖水，那碗鸡蛋一口都没吃。医生说他是发烧引起的昏迷，脏器衰竭而亡。那他对你不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他几乎做到了一个父亲能做到的一切，又当爹又当妈，一直都没有再婚，至今单身。那你为什么还恨他？这么多年，人已经走了。就是因为我跟我爸过得越来越好，我心里才难受。我上小学，考了全校第1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妈看见多好啊，她肯定会夸我的。我上了大学，有了喜欢的男孩子，我更想，如果我妈看见多好，我带给她见见。我工作、旅行、买车、买房、
每当我幸福快乐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要是你在多好，要是你在多好。每当我历经艰难的时候，我就更想他。甚至在我当初选择心理学这门专业的时候，我都是为了能让自己看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无奈。我想让自己解脱出来。可是每次我看见我爸，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接近他。他在一天天的变老，有时候我也想抱抱他，可是我不敢。不敢。不敢。你离开总医院，主动要求调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躲避他吧？原本应该非常亲密的两个人，过得像个熟悉的陌生人了。我可以这么理解吧？梁老师，哎，梁老师，赵老师，手机有信号了？还没有。你看我说吧，咱还得想办法装一个有线电话，要不这个耽误事儿。是。那个，梁老师，邮局给咱们送来的一个汇款单，说这个是爱心捐款，但是你看这上面没有汇款人的签名啊，你看这儿。这么多钱啊！啊，不少。哎呀，你这谁捐的呢？这肯定是企业家吧？谁会那么有钱？梁老师啊，这钱咱不能要。一呀是太多了啊，第二，你看你捐款人又没签名，这不变成了这个来历不明的钱了吗？这能要吗？是，但是我觉得孩子们现在刚好需要这笔钱。平时我就不多说了，但你看啊，这一次不一样。刚刚经历完山洪，你不觉得咱们刚好需要用这笔钱给孩子们修建房子，改善一下伙食？而且现在也什么社会了，咱们也得给孩子买电脑，让孩子们尽早的去接触外面的世界。你说对不对？教育需要钱。对，我觉得咱也得教育孩子啊，得从小就得有骨气。是吧？是，咱不能让他们光靠施舍过日子，不能把他们培养成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，是吧？这咱不能要。哎，我觉得这也不是施舍，也不是不劳而获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光这2年，光看你退回去捐款都好多次了，平时我也没多说什么，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。哎，咱们刚经历完山洪，还有那个炸弹恐吓事件。我真的觉得咱们有必要给孩子们修建一个鲜亮的大门，再安个监控。再说了，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第一，不也一直是你说的吗？我也是希望他们好一点嘛。梁老师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呀。你先上厕所啊。好，我们开始上课啦！起立，老师好。全体都有检查装备。自己合计该怎么办啊？
同学们请坐。夏卓，夏卓，来不及了，我还想你。你干嘛呀？打包啊？我饿。吃这么猛啊！大哈，你让我看看，我看看你是不是大脖子病啊？你这碱性体甲状腺亢进。怎么？你吃那么重还不粗？拉倒。还是你笑啥？我见到他了。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？你直说吧，你快点。怎么那么笨呢？你说。
见到了我了。哎呀，哎，在哪儿见着的？先吃饭，先吃饭。你告诉你给我说说，你分享一下。干嘛呢？我忍你们好几次了啊！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把嘴闭上？班长，班长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不用，今天不动车。有事儿啊？班长，我听说您今年打算退伍啊？消息挺灵啊，有打算了？什么打算？我是你的新兵班长，你这一张嘴，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是不是想要当班长？想要接替我的职位啊？啊不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这时候不敢了，发射的时候，一个汽油桶把我骗了一圈，你那时候怎么不说不敢啊？那行了，连长啊，都已经跟我说了，都是一棵大树闹的误会。再说了，那个黄文军医不也现场采样取证了吗？是，那班长，您不会误会我了吧？哎呀，误解不误解的。现在大家不都是皆大欢喜吗？该立功的立功，该上墙的上墙，挺好。是，那班长，我先走了。回来。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啊？你就痛快地说，是不是为了当班长这事儿来的？是，说说想法。班长，我知道我人缘不怎么好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包括夏周我也告诉过他，我只希望在训练和工作上面超越他，其他方面我从来没有与他为敌。我遵守纪律，刻苦训练，专业过硬，我也是咱们270旅第100枚导弹的发射号手，我有2等功，也是入党积极分子。当然，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哎，行，咱啊，说说缺点，说点干货，这好的坏的都说说呀。是，缺点就是那这样啊，我跟你说几点。你刚才说的那优点呢，我认同。你的能力，我是指你的业务能力啊，我是看得见的。当班长就这一双眼，我又是你的新兵班长，所以啊，咱们是知根知底儿。所以这事儿，所以班长，我真心实意的向您请教，您务必指出我的缺点，我好改正。改正啊。行，当班长吧，主要就是老班长推荐，咱们连里选拔，班里民主。但是有一点特别重要的事儿，就是群众基础。你要是没有群众基础，你的业务能力再强，那也是没办法认命的。群众基础啊？对啊。班长，我群众基础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那这样，就说咱们连，也别说咱们连了，你就说咱们旅吧。在咱们旅里，你给我说出3个来啊，3个你觉着最好的朋友啊，3个，你觉得是谁？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
顽劣小孩，长成可靠的大人。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，归属于我的灵魂。我双手的长剑，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牺牲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